我哋香港好多小學生家長幫仔女溫英文嘅時候，去到背過去式個表，背到嗌交，仔女又背到懵。家長見到仔女懵之後，自己就仲懵。喂，咁多位媽咪爸爸，其實唔使咁喎。英文過去式 past tense 係咁多種 tense 當中最簡單、最容易攞分㗎。咁你哋就問我，喂，有幾簡單啊？簡單極都要背㗎。大家放心，今一集我就會分享一啲方法，等小學生會背得更加輕鬆。咁仔女輕鬆咗咯，家長就自然壓力會減低㗎啦。如果大家嘅子女喺學校嘅英文科成績係介乎合格與唔合格之間，又或者攞得好低分嘅，咁我希望我呢個頻道可以幫到咁多位家長。喺呢個頻道一共有2集係講過去式，今日係第1集。其實過去式真係最簡單㗎，只要同學肯定嗰一題係講緊過去，指明咗過去嘅時間嘅話，咁就可以決定嗰一題嘅答案係填寫過去式㗎啦。咁點肯定佢講過去啊？好簡單㗎咋，認字就可以㗎啦。一啲講關於過去嘅時間字眼，例如yesterday 尋日、last night 尋晚、last week 上個星期、last year 舊年、last month 上個月、2 hours ago 2個鐘頭之前、this morning 今朝早，呢啲全部都係已經過咗去嘅時間嚟㗎，所以一見到呢啲字就肯定嗰一題係寫過去式㗎啦。一般嚟講都冇乜難度㗎，但係有一個字係最容易搞亂香港小學生嘅，就係呢個字 today。同學就會諗啦， today 咦，今日喎，今日未即係而家，而家未即係現在，咦，咁係咪現在式啊？嗱，我喺現在式嘅第1集嘅時候講解過，如果我哋經常都係用中文去講 present tense 現在式呢3個字，係好容易會令仔女搞亂晒啲 tense 㗎。咁如果未睇過嘅家長呢，歡迎大家 click 翻入去現在式嘅第1集去睇翻點解。講翻 today 呢個字，我哋應該用 past tense 定係 present tense 呢？其實當我哋了解咗 tense 嘅概念之後，就會好清楚用咩 tense 㗎啦。例如我今日同阿爸阿媽飲咗茶喎，今日即係幾時啊？今朝早咯，我今朝早9點鐘飲早茶嘅。咦，而家都下晝2、3點咯喎。哦，呢件事過去咗啦嘛，我都係 today 啊，都係今朝啊。咁過去咗就自然係用過去式㗎啦。咁可能有媽咪就問啦，咁佢又唔講 this morning。你理得佢啊！總之你知道嗰件事係已經發生咗，咪得咯。有陣時我哋講嘢，我哋都會話今日我買咗2支雪條啊，又或者今日下晝我都買咗2支雪條啊，咪一樣。你意會到佢係過去咗嘅，就用過去式㗎啦。好啦，講到輕鬆背 tense 表嘅方法，好簡單，抽字嚟背啦，唔使背晒佢㗎。咁有家長就會話，有冇搞錯啊？學校叫仔女背晒成個表去就有好成績，你同我講話抽啲字嚟背，唔使背晒佢？喂，記唔記得我有講過，如果大家仔女嘅學校英文成績係介乎合格與唔合格之間，又或者好低分嘅話，我希望我呢個頻道幫到大家呢。既然係咁嘅話，咁我哋梗係抽啲學校最常用、考試測驗最經常出嘅字眼俾仔女去背啦。咁講到呢度，媽咪就會問：吓，我點知學校經常出邊啲字啊？又或者會繼續問：咁即係要背幾多個好啊？關於抽邊啲字嚟幫仔女溫書，其實唔難噶。家長會有3個資料來源噶。第一就係學校嘅 worksheet。學校嘅工作紙，只要測驗考試之前嗰1個月工作紙裏面出過嘅題目，其實大多數都係 tips 嚟㗎。第二就係 past paper，
好多媽咪都神通廣大，可以攞到過去2-3年師兄師姐嘅 past paper 㗎。睇返 past paper 喺過去2-3年最經常出邊啲字眼，今年多數都走唔甩㗎啦。只要仔女背熟以上2樣資料來源嘅 tense， 咁介乎合格與唔合格之間嘅同學，起碼保住合格先啦。攞得好低分嘅同學，起碼會有進步先啦，因為佢溫咗嘅題目，學校真係好大機會會出㗎嘛。最起碼俾仔女知道，佢溫咗嘅書，學校真係會出，佢返學都會有啲信心先啦。咁家長問我第3樣資料呢？第3樣就係 workbook 啦，作業啦，又或者學校有嘅 grammar book， 有時間嘅話就溫埋佢啦，再穩陣多少少㗎。以下會有少少例子去講一講點樣幫仔女去溫習過去式。首先睇一睇單句句子形式嘅過去式題目先。呢一題，咦，見到 yesterday 喎，即係尋日發生㗎啦，發生咗啦。個答案未用過去式咯，所以答案係 cleaned。I cleaned the table yesterday。我尋日清潔咗張台啦。呢一題我哋見到 last night， 即係尋晚都發生咗嘅事啦。答案咪就用過去式咯，好簡單啫嘛。咦，咪住先，睇睇呢個字 dishes 有呢個字喎，眾數喎，有 es 喎，係咪要小心啊？嘿，過去式係唔使理㗎，所以我咪就話過去式簡單咯。只要我肯定呢件事係已經發生咗嘅，答案自然填個過去式落去就得㗎啦。所以答案係 washed。 Terry washed the dishes last night。 再講多一題單句嘅例子。呢一題，咦，我哋見到 yesterday， 即係尋日已經發生咗啦，好簡單，答案就係用過去式。但係今次唔係淨係加 ed 喎，irregular 喎，個高字係要轉 went。 咁再提一提，家長其實幫仔女背 tense 表嘅時候，就係抽呢啲最簡單、學校最常出、經常會出嘅字眼嚟背，咁樣介乎合格與唔合格之間嘅同學，起碼保得住合格；一啲分數比較低嘅同學，起碼都會有進步先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一啲文章式嘅題目，其實一理通百理明嘅，只要大家知道呢篇文章裏面講嘅係已經過去嘅，就已經全部係用 past tense 噶啦。咁有家長就會問，唔係喎，我仔女間學校所出關於 tense 嘅文章題目係撈埋所有 tense 噶喎。冇錯，大家講得啱。通常去到5-6年班出關於 tense 嘅文章題目，多數都會係撈埋所有嘅 tense 嘅。但係大家可以細心發覺，當老師初教仔女一個新嘅 tense 嘅時候，嗰啲文章大部分都會用以下呢個方法去出，成篇文章只係圍繞一個 tense 嘅。而家長亦都應該好好把握呢一種嘅練習，幫仔女打好基本功，紮好個馬。當小朋友每種 tense 嘅基本功都打得好嘅話，去到多種 tense 撈埋嘅題目嘅時候，小朋友就會更加清晰去分析決定點樣落個答案㗎啦。我哋一齊簡單睇幾題啊！一開始 Melody held a party last night。 其實我哋見到 last night 呢個字，就知道呢一段文章講嘅嘢係尋晚發生，咁好簡單啦，未用過去式咯。不過想提一提大家，有陣時學校未必會咁明顯寫 last night 嘅。如果冇 last night 呢個字，我哋點睇到呢個文章所形容嘅事情係已經發生咗呢？留意 held。如果文章一出，佢本身裏面已經有字係過去式嘅話，咁即係話俾大家知，佢係講緊過去嘅事啊。所以喺佢呢個 party 裏面，阿 Melody 睇卡通，阿 Lee 食 pizza，Terry 同埋 Cindy 就打機，呢啲事情全部都已經係過去噶。
所以全部都係用 past tense。多謝大家收睇到呢一度。如果有興趣攞關於今集主題嘅考試操練卷嘅話，請大家留言加一，我哋就會將考試嘅題目、答案同埋解題嘅短片會發俾大家㗎。喺下一集，我哋就會講一講當現在式 present tense 同埋過去式 past tense 撈埋嘅題目嘅時候，究竟小朋友要點樣處理呢？下一集見，拜拜。